如果而家有個機會可以返到去10年前嘅自己，你會點樣同佢講？你會唔會叫佢勇敢一啲？又或者會同佢講唔好咁早放棄？人生有一樣嘢其實好奇怪，我哋喺年輕嘅時候總係覺得時間好多，覺得今日唔做可以聽日做，今年唔努力可以後年再努力。但係慢慢去到某個年紀，會突然之間發覺，原來人生最寶貴嘅嘢唔係錢，而係時間。而更加可惜嘅係，有時我哋唔係冇能力，亦都唔係冇機會喎，只係喺最應該堅持嘅時候，選擇咗一條比較舒適嘅路。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思維手記，我係海倫。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叫做不要在該奮鬥嘅時候選擇安逸。呢本書絕對唔係用嚟安慰你嘅心靈雞湯，佢冇求快狠準咁樣一巴打醒你。可能佢嘅內容會令你有少少唔舒服，但係佢又能夠令你反省自己嘅行為。咁我哋先嚟講下第一個殘酷嘅真相：世界本來就係唔公平。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靠自己去爭取。我哋身邊總會有啲人成日怨社會嘅不公平，抱怨自己冇個有錢嘅老豆，甚至覺得自己再努力都比唔上一啲含住金鎖匙出世嘅人。於是乎，佢哋選擇放棄努力嘅掙扎，每一日喺網上面批評一啲靠阿爸靠阿媽先至有今時今日成就嘅人，覺得佢哋嘅成功全部都係靠出身好嘅運氣。呢一個時候，作者就用咗呢一番話嚟回應剛才嘅觀點。如果你唔努力，世界唔會公平咁樣對待你。只要你通過努力，有咗資源，有咗話語權之後，你先可以為自己爭取公平嘅機會。講得冇錯嘅係，我哋嘅出身本來就冇得選擇。但係呢個世界有一樣嘢係好公平嘅，就係每一個人每一日都有24小時。當我哋一面抱怨不公平嘅時候，其實又係唔係為自己揾咗一個偷懶嘅藉口？人生嘅奮鬥過程，其實就係用盡我哋全部嘅努力，將呢個傾斜嘅世界慢慢拗平翻過嚟。作者有一個朋友伊，佢每日打嚟抱怨，話佢個上司好廢，全靠關係先至上到今時今日呢個位。但係作者問佢：咁你點解仲唔辭職啊？呢位伊朋友就答佢：唉，費事啦，過到去第二度咪又係咁，頂多唔爭取表現咯，渾渾噩噩過日子就算啦。其實伊嘅心態，大家係咪好熟悉啊？既然改變唔到，咁我就選擇躺平啦。但係大家要明白，抱怨世界對你唔公平係唔會令你變強，只有腳踏實地咁樣慢慢去進步，你先至有資格有能力去同呢個世界講公平。依家好多年輕人都會中意講一個詞語，就係迷惘。可能大家會諗：唉，我唔知自己想要啲乜嘢啊！唉，我好迷茫，唔知自己個方向係點啊！但係老老實實，你有冇問過自己？你係真係唔清楚而家嘅方向啦，定係根本唔想喐，根本就係懶？作者就好一針見血咁樣講：你哋所謂嘅迷茫，只係清醒咁樣睇住自己嘅沉淪。呢句說話係乜嘢意思呢？佢就想表達，如果你而家嘅生活覺得好唔如意，但係又一邊繼續日日睇社交平台打機，將所有可以改變自己嘅時間全部都浪費晒。其實大家都非常清楚自己而家喺度浪費緊，只係心裏面有一股罪疚感，但係又唔肯跨出第一步去改變，於是就變成咗一個受害者嘅角色。咁樣就可以理直氣壯繼續做埋啲無謂嘢。青春嘅本質本來係善意，大家永遠都覺得20歲嘅時候有好多時間，有好多體力。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其實到咗30-40歲嘅時候，我哋嘅體力同時間已經越嚟越少。
所以唔好等到自己想爬嘅時候，先至發現自己原來已經冇晒體力，冇晒時間，後悔當初自己嘅迷惘，變成咗今日受害者嘅標籤。第三個真相，邊有咁多歲月靜好？只係有人喺後面幫我哋一把。好多人喺20幾歲嘅時候就想提早過退休嘅生活，返一份唔高嘅工，飲下 Starbucks，然後喺社交平台咁樣寫一句歲月靜好，慢活才是平凡。但係我又想問下大家，你而家呢刻點解唔使咁努力，可以有舒適嘅生活？你嘅資源其實喺邊度嚟㗎？答案好簡單，因為你背後仲有在生嘅父母幫你撐住。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我哋嘅父母會隨住時間一日一日咁衰老。當佢哋老咗有病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可以繼續講歲月靜好，平凡可貴？所以作者就講咗一句：你問我點解要咁努力？簡單啲嚟講，我就係要俾自己成功嘅速度快過我父母老去嘅速度，到時候我就有能力好好咁樣照顧翻佢哋。書入面分享咗一個 K 嘅故事。K 喺大學嘅時候，生活費全部都係靠自己。佢身邊嘅同學喺嗰個時候就係打機、拍拖、去旅行，但係 K 每一日都要做幾份兼職，仲要維持佢嘅學業成績。有啲朋友問佢：你使唔使咁搏命啊？呢個時候 K 佢就講：因為我爸爸媽媽就快50歲啦，我而家唔搏命等幾時啊？我一諗到每多浪費1分鐘，佢哋就要喺出面捱生捱死多1分鐘，呢個時候我真係唔可以停落嚟。聽完 K 呢個故事，大家可以靜靜咁樣諗下，究竟乜嘢係歲月靜好，安穩過日？其實努力唔一定係為咗自己，有時候可能係為咗你身邊所愛你嘅人。當佢哋面臨風雨嘅時候，我哋有能力成為佢哋遮風擋雨嘅避風港。第四個真相就係要講下大家嘅玻璃心。喺職場或者生活入邊，可能你上司講咗1、2句語氣重少少嘅批評，你就鬱鬱度日，甚至想遞辭職信。呢個時候你就覺得成個世界針對緊你，自尊心嚴重受創。但係好坦白咁樣話俾大家知，生活唔會在意你嘅自尊，大家只係想睇到你嘅成績。作者喺呢一刻講咗一句好嚴厲嘅說話：玻璃心嘅根源係嚟自於啲乜嘢？就係因為你弱，喺實力嘅面前，一切都好平等。就係因為我哋唔夠強大，呢個時候麻煩你收翻起你嘅玻璃心。你而家碎係碎俾邊個人睇啊？其實生活從來唔會對大家溫柔。我哋所謂嘅自尊喺人哋眼中只不過係冇用嘅矯情。如果你每一日嘅時間都係花喺敏感嘅情緒上面自怨自艾，呢一啲嘅情緒只係會令你陷入一個慢性自我摧毀嘅惡性循環。其實強者同埋弱者最大嘅分別就係強者佢會用別人冷眼嘅批評去磨練自己嘅實力。書入面就咁樣講，任何一件事都有個過程，呢一個過程你唔需要心急，只要做好當下嘅事，你嘅能力會慢慢喺不知不覺間好快突飛猛進。所以與其花時間去怨恨你嘅上司或者怨恨你嘅同事，倒不如收拾起自己呢份無謂嘅情緒。當有一日你強大到冇人可以取代你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你根本唔需要求人哋去尊重你，因為你嘅實力自自然然幫你贏得所有嘅掌聲。聽完以上幾個真相之後，你可能依然喺心裏面都覺得百感交集，甚至係覺得有啲難受。但係作者想話俾大家知，呢一種痛其實係好事，就係因為痛先代表你仲未麻木，代表你內心嘅深處其實仲有一團火，你仲想過上一啲好嘅人生。
講到最後，作者留低咗一個靈魂拷問，佢就講啦：喺最容易了不起嘅時代入面，你怎能夠甘於平凡？而家呢個時代資訊發達，自媒體興起，只要你肯努力、肯鑽研、肯堅持，你都可以用一個低嘅成本向全世界展現你自己嘅能力。唔好等到10年、20年之後先嚟後悔點解當初冇努力。人生最痛苦嘅事，從來都唔係我做過乜嘢失敗嘅事，而係當你老咗嘅時候，你會諗：我本來可以讀好書，我本來可以去追逐夢想，我本來可以。今日嘅呢條片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中意今日呢集嘅分享，覺得真係有被點醒，可以 like、subscribe 同埋撳鐘仔。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